笑啊！啊，咱话戏本来就是要灵机应变啊！啊，你这内行的去外行的洗脑去，啊，戏说不样小减一下哈。我是讲你搁遐好哦，要调两个叫小来斗三工。不用只啊对时代袂对啊，搁做东西几出的古册出。干嘛呢？啊，这嘛是唔相信哦。哇，你两个拢唔免夹麦去呢，啊是我写一组人打电话呢。这是甲桂英啊，甲袂比起啊。你唔直直甲我教，所以爱认真。啊，你是真是要甲我计较？我不爱做啦。秀娜，库里娜，摄影鬼那王文燕啊！门主，啊，我老公要出班，连刚开来请人啦。门主，下昼哪会不去出嘞？啊，拄班的头手会出点仔状况。秀和那伊是咱保险社的东条的，伊要出版是足严重的代志呢，啊，你哪会无讲？两早互阮知影，我头壳做准备啦。你无要去骂因，你是一直骂我要创啥？